讲伊欲来去哟，四月二六来上山顶哦，山中无云啊，月娘做厝边哦，听讲山顶啊，国有的仙境哦，阿达仔讲伊欲交钱哦，逐月初一来拜仙人哦，仙人入门来一点指哦，阿达仔阁欠三仙钱哦。山顶啊，听讲有仙人，蹛佇洞内啊，断乌化三清，解脱众生啊，因的苦痛面，救命消灾是来接引。赶紧回来，拜托你，赶紧来。
仙洞。搁再活过来。